师，加拿大鸦片哦，自然资源暗丰富哦，蛮耐做的树诶哦。There are so many trees around us。那这里呢有种了不少的樱花树。樱花树，这边哦，，4月的时候是盛开的时季。我们印象中好像都是枫叶比较多嘛，没有想到樱花这么有名。对，从每年的3月底一直到5月初，都是樱花的季节。下次要赏樱就来加拿大的 so many trees。还看到头前哦，还有董董树诶，前面还有很多树，我们再去走走看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很多的分多金，都不是经济很好。哇，好棒哦 ！There are so many trees around us。对吧？哦，要西比有董董树诶呢。你看啊，要西比有董董树诶呢。We are surrounded by many trees。这个地方是跟日本一个姐妹市，他们所送的图腾是日本的。然后这个图腾呢，也就是神明的游戏场。游戏场。然后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，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志。这个标志指过去的就是日本的那个姐妹市所在的位置。这个指过去就是日本的位置啊。对，神明的玩具。哇。对啊。哇，要西比有董董树诶呢。好多 trees。我们来到这里是嘎斯烫的海关大楼。我们现在看到投影上面那个圆圆的，就是海关大楼上面的旋转餐厅我们将在那里可以看到360度的温哥华夜景。那在上面不只可以看到很多 trees， 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山大海，好棒！对。不只是 we are surrounded by many trees， 而是现在呢是有山海包围。加拿大鸦片哦，西比有董董树诶啊，那是我们白天看到的景色啊。就一转眼到了晚上，看到了那些董董树诶，不过是都市丛林的夜景。We are surrounded by many trees， 这是早上的风景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灯海的包围，感觉起来这就是百万夜景。谢谢老师。不谢。对，先给我 give me five 一下。那我要跟你预约下一趟。OK，好吗？是我也要。好，我先好，老师。本拿比山保护区有好多树哦，我觉得 we are surrounded by many trees 的感觉真好。要西比有董董树诶呢，空气好清新哦。